后来，来是罢免团体来宣布，讲罢免台北市国民党立委第2阶段人数全雷打。今仔日台北市长蒋万安都来担起着家母的责任，到松山区甲里长开会，特别带着选区的立委王凤美甲徐卡心做伙去，因这个进场就受到影响式的欢迎。蒋万安讲，伊会坚定甲立委徛做伙。一件入礼堂，呼啊声甲咇啊声拢无停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去到旧主场松山区，受到影响式欢迎，同时带立委徐卡心做伙甲里长开会博感情。一直以来，我和台北市国民党5位立委都坚定站在一起，共同努力在中央、地方推动各项的市政建设。全力发挥台北队长的功效，毕竟罢团今日一天才宣布徐卡心第2阶段人数，唔啦达到标准，佫超过标准，再加上走了超过第2阶段王凤美、松山区2位立委面临罢免的压力，记者提问态度差真济。我想就是呼吁大家出来投票，投不同意罢免。谢谢。我们要谈一下达标的事情吗？没关系，让市长开会。无想要讲罢免的议题，以免模糊市情的行程。虽然讲罢免国民党立委第2阶段人数伫台北市拢全雷打，也毋过其他选区继续伫冲刺。民进党立委沈碧阳伫面册就写讲，叶元之、李玉玲、布坤基等有7位国民党的立委，拢伫连署补件边缘，呼吁罢团唔通放松。今日台中的罢免民团嘛宣布讲，国民党立委廖伟翔收件超过4万件，包括罗定伟、黄建豪拢通过第2阶段的标准。同时嘛，推出新的影片要催连署书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改变命运家己来。罢免大战烽火连天，被罢免的甲罢免的，拢是咧拼智慧、拼勇气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